来看美国的准总统 Trump 1月20就要就职，咱的立法院长韩国瑜是会带团去甲恭喜。总统热情就是按算伫1月16的时阵要甲访问团来见面，互外界讲作是啉和解的咖啡。那也立委李干秀是建议热总统应该爱甲各党的主席来对话。也那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珠，伊是认为讲这总统甲访问团第一就是惯例，敢真正要和解，伊会亲身去感受。朝野对立加重，总统热情在5月16会甲即摆川普总统就职典礼访问团，包括韩国瑜议长甲朝野立委代表行前见面会谈，有希望借此开启朝野援和机会。外界也解读是啉和解咖啡。那些立委更加呼吁赖总统若有心沟通，更加爱邀请各党的主席同齐与会。赖总统也可以有很多的手段。跟在野党有不同的工具，跟在野党做沟通，譬如说召开国事会议，跟所有在野党领袖做沟通拜会。因为媒体大家都觉得好像是橄榄枝，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，我当然要到那一天我才会了解。它的原始目的就是总统的特使团行前的一个交流，是否会有所谓的缓解朝野紧张的效果？那我想。大家就顺其自然。民进党立委认为，总统本来就会伫出发进前会见代表团成员，按往例来做。和解咖啡的效力就顺其自然。颠倒是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，因为涉及京华社案，积压控告由员后高院驳回。伫民众党以抗议司法不公游行了后，国民党朱立伦也无要给你送温暖。国民党跟民众站在一起，共同为台湾司法公平正义而努力。我们希望这个法院一定要秉持勿忘勿重绝对不能够罗织入罪，不能够入人于罪。郭文德请辞了后，由黄国昌担任代理党主席。民众党13伫官网公告第2届党主席补选时期，下伫10早起9点开放线顶报名。2月15以网络投票补选党主席。另外，捌表态无排除参选的前立委蔡壁如13表示，爱先甲黄国昌秘书长就修党内沟通，才决定敢是要参选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